美国职篮 NBA 休士顿火箭大胡子哈登 James Harden 今天攻下28分，率队以113-90击败纽奥良鹈鹕，确定收下季后赛门票。过去2战共拿下118分的哈登，今天不必再独自扛下球队胜负的责任。火箭几乎全员有得分纪录，其中更有6人得分达2位数。火箭上半场打完就以63-44领先19分，让鹈鹕无法再保有竞争力。在今天之前的2场比赛，目前暂居 NBA 得分王的哈登先在对曼菲斯灰熊的比赛中强攻57分，可惜火箭仍以1分之差吞败。接着在对圣安东尼奥马刺的比赛轰下平生涯最高纪录的61分，率队以111-105胜出。平均每场比赛可抢下36.4分的哈登，今天19投10中，其中包含6记3分球，让火箭在赢球后保持东区第3的成绩。曾为鹈鹕效力的火箭后卫高登 Eric Gordon 和保罗 Chris Paul 今天对上老东家都有不错的表现，高登攻下18分，保罗则缴出10分、13助攻。豪斯 Daniel House 为火箭拿下14分，塔克 PJ Tucker 法瑞德 Kenneth Faried 都获得11分。鹈鹕阵中以杰克森 Frank Jackson 拿下19分最高，兰德尔 Julius Randle 获得15分，戴维斯 Anthony Davis 有12分、10篮板。今天输球后，鹈鹕在近9战输掉8场比赛。